感謝神咧，成日都會藉住佢自己嘅話語啦，藉住咧聚會啊，等我哋咧常常去互相去提醒主為我哋所做嘅。嗰班圍繞住耶穌嘅人類同主生活咗好耐啦，咁佢哋咧就俾我哋多少少福氣，因為佢哋親眼見證到主奇妙嘅作為。但係到主受難嗰陣時，由前夕一切發生，呢班人開始生命有啲逆轉。佢哋由見到主奇妙嘅作為，覺得同主一齊好開心，到主被賣、被捉、被羞辱，其實呢一班人佢哋開始覺得好絕望。眼見耶穌氣斷，一切都要完啦，佢哋嘅師傅都冇埋啦。呢份嘅絕望，而家嘅我哋咧，可能唔多唔少都會有一啲嘅體會。無論我哋每日睇住世界嘅局勢發展，對住自己，對住身邊嘅人，身體出現毛病，對住經濟一路都復甦唔到。但係主耶穌氣絕之後，唔係停咗喺度，而係復活。呢啲嘅絕望就被希望取代，因為基督嘅死同復活，我哋同神重新有返關係。以下落嚟呢首詩歌叫做《一生所盼》，有一句嘅歌詞係講諸邦之君贖我回來。英文係 The King of Kings calls me his own。呢一句令到我好感動，因為係真係講緊同神嗰個嘅關係，係屬於神。有咗呢份關係，我哋會俾神照住啦，我哋會俾神擁有呢份嘅關係，係神同我哋一齊去面對一切。原本我哋冇咩值得神去理我哋嘅。但係神就係對我哋咁好，讓我哋唔再絕望，因為我哋一生嘅盼望就係神自己。我與主之間有深淵阻隔，又像有高山，素不可攀。我向天高呼，無力中掙扎，於深宵裏高聲叫喊。神大愛心因衝開了隔閡，剖開刺透入我靈魂，這救恩的功到此得成全，基督乃一生所盼。哪個可猜想浩瀚的心印，無盡厚恩典超出邊際，萬世的主宰從榮耀下來，擔當羞愧與我最有。神十架宣講，施恩書中罪，諸邦之君贖我回來。至美的恩主，我永遠
在那天清早，那以風應許，埋下那身軀，開始甦醒。猶大的獅子，沉寂中宣告，陰間此際再不可拘禁。那一天清早，那以風應許，埋葬